林憶蓮回響巡迴演唱會 Resonance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林憶蓮相隔9年再於香港舉行歌唱，為港樂迷特設全新歌單，以廣東歌作主軸。林憶蓮回響巡迴演唱會 Resonance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走過時間，在這裡與你們重遇，全新舞台，專屬歌單，敬請期待。日期2026年5月16及17日，時間晚上7點正，地點啟德主場館，票價1688元、1188元、988元、788元及588元。